后来有这个政府鼓励生囝，伫个母亲节进前送出着3大礼包。第一，未来产检的次数由即摆的10届免费增加到14届。第二，这个产检假为5天变7天。第三嘛是上届成人的部分，就是这个育婴假留职停薪，为本地领6成的薪水，提悬到领8成的薪水，而且翁仔某2个会当同时来申请到育婴假。台湾摕到上尾一名，美国中情局 CIA 讲台湾是全世界生囡仔率上尾一名。今年头一季，台湾人口继续降低，比去年同期各减13.6%。我太太现在又怀了第2胎，所以我算是有在以身作则。不知道有没有 bonus 多讲2分钟。蒋万安拼生囡仔率，行政院送好康的，未来免费的产检为10摆增加到14摆，产检假嘛变7天，加休2天的薪水政府出。另外嘛要加增加补助，除了未生的人，每一天上侪6摆。一般翁仔某头1摆申请补助上侪10万，搁1摆申请上侪6万，加收含中加收1户是维持10摆上侪15万的补助。看起来都是集中在家里面有6岁以下小朋友的家里，比较能够享受到。提醒政府很多家长告诉我们说，养一个孩子不会只有到6岁就结束了。政府说好康的，搁带囡仔留职停薪，为本来领6成薪水，加政府补助提悬到8成薪水。父母可以当做申请，带囡仔津贴，明年8月会变5000。有82%的家长说，他们呢，即使他们爸爸的部分，他是不敢请育婴留停的。若是唔敢申请，唔就变做无可能的代志。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。还有很多努力的地方。敢会透过对企业减税，或者是别的方式来推出优先做工贵环境，搁有囡仔6岁以后的教育补助，或者是带厝的优惠，免怎来提悬生囡仔率，政府得较加油咧。